市长黄伟哲表示，台南市作为一个观光的城市，在疫情过后，观光旅游将要来复苏，因此市府超前部署，积极培训各种语言的导览员，和真侪新住民的朋友来担任导览员。一方面有机会甲因国家的观光客来接触，互旅客感觉更加亲切，更加了解台南。另外嘛，会用来推广台南的美好。这是第一届，我们有22位学员。我相信在这个培训的过程中，一定能够让大家不仅拉近彼此距离，而且能够这个拉近许多将来未来的观光客跟台南市的距离。现在由于还疫情当中，所以很多外国的观光客还没有办法来台南。但是外县市的各位的姐妹、各位的兄弟，其实还是可以来台南吃吃喝喝、逛逛走走买买但是其实吃什么、逛什么这个逛景点有什么意义，其实还需要各位的介绍与导览。因此呢，我特别谢谢我们中华台粤新住民关怀协会以及所有的好朋友，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。一府二路三梦奖，所谓一府呢，就是台南府城。也就是说，台湾最早开发的一个城市。那么，所谓最早开发，就是说，当初会有很多的商旅人士到台南来，所以呢，会产生吃的东西啦，会产生住的问题啦，那就产生了很多小吃的文化、庙宇，还有宗教信仰的文化。再加上台南有山、有水、有山有海，还有水库、湖泊。台南确实一个很好观光资源非常丰硕的一个城市呢。由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办理的4艘语别旅游导览人员的培训，将发挥新住民多元的文化甲语言的优势。学员透过培训课程，具备导览解说能力，成为台南在地4艘语言观光导览的人才。越南人来这里，我可以帮忙介绍那个台南有很多好吃的，有很多好玩好吃的地方这样。蛮喜爱那个台南美食的。例如什么？那个就是米糕啊，还有那个鱼汤啊，那虱目鱼那种啊，然后那个海鲜啊，还有那个很多种我都喜欢的。很多有什么是在越南人可能不敢吃，或者是越南吃都没吃过的？可能有很多越南人刚来的时候不敢吃那个就是蚵仔煎那种更的那种，可是来久了觉得很好吃的。是，所以你会想要把它推荐给大家？是，我会推荐。OK。我2017年来台南读大学，那现在我刚刚毕业了。那为什么我要参加这个导览课程呢？因为其实我以后有规划，我要带我的家人来台湾，特别在台南，然后也是要带我的朋友来，然后这个机会也是很不错，因为我们以后也是可以很像工作或是打工可以当那个导览是这样子。这届培训课程包括导览技巧学习、接待国外来台旅客应该注意的事项，甲实际导览的经验交流等。学员有来自越南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、甲印尼等国籍，总共22位，有侨生、新住民、甲第二代等来参加培训。市长除了亲自出席结婚典礼，现场也由观光旅游局长郭正惠来亲自收证，并颁发导览员的旗仔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